这是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你心爱的女人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。祝你们幸福。上次单姬吩咐之事，为何迟迟不见动作？早日除掉李易欢，本王早日让你姐弟团圆。若再不动手，你姐弟二人再无相见之日。我怀疑我们内部出了奸细，有可能，应该是康熙的侍卫当中有内奸，多半是鳌拜的党羽，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人。他在清廷当中安插了不少的眼线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趁这次机会，来离间康熙和吴三桂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内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知道欢妹现在怎么样？我去找点水，你休息一会儿。师傅，太子没有怀疑到你吧？大师兄，他很信任我，没有对我起疑心。你悄悄给王爷发了一封密信，说康熙只喜欢易欢，不喜欢你，所以你要终止任务，离开紫禁城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在明珠谷长大，受几位师傅厚恩，和大师兄、小师妹感情很好。现在让我处处算计他们，我心里……这是王爷给你的答案。什么？杀死易欢？王爷说了，康熙他虽然不能像疼爱李易欢那样疼爱你，但是对你还是敬爱有加的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最得圣宠的，除了李易欢就是你了。所以，一定要除掉李易欢这个绊脚石，康熙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身上。当然，我也知道你和李易欢的关系很好，以姐妹相称。所以，只要李易欢一死，康熙越是忘不了他，越是放不下对他的旧情，他对你就会越好。我做不到，师父。我真的做不到，师父，我求求你，去求求王爷，收回成命吧，师父。我们好不容易才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信任，离复仇的目标越来越近，我怎么可能会半途而废，让你离开？可是，小师妹，她是无辜的，师父，你也是看着小师妹长大的，您不能这么狠心啊，师父。锦城。我也不想看着他死，可是王爷既然已经下了命令，你就必须得杀了他。这大仇未报，我不得不狠心。可是小师妹，她跟我们梅花门的大仇是没有关系的，她是无辜的，我们这么对她是不公平的，师父。那我们梅花门500多条人命，都命丧于朱明王朝之手，500多条人命啊！他们难道就不无辜吗？命运何尝对他们公平过？那他们的血债又找谁来还？师父，可是，师父，不要再说了。清城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们全家几十口人，不都死在朱明王朝的铁骑之手吗？为了给你的家人，还有我梅花门报仇，现在只能牺牲易欢了。对了，你别忘了，你的弟弟还在王爷的手中，
如果你不杀死易欢，王爷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保你弟弟的命，还是易欢的命？你自己想一想。弟弟，这是救命丹，化在酒中，喝下后1刻钟内必死。没有解药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。哎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许久啊，没能来你这永和宫，今儿刚好得空，就顺道过来看看你。谢皇上挂心，妾身一切安好。好就好，坐吧。皇上前些日子一直愁眉不展，今日面露喜色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？还不是易欢那个丫头，前些日子和朕赌气，朕是骂也骂不得，罚也罚不得，心里着实郁闷。还好，昨日转了性子，和朕和好如初了。易欢就是小孩子脾气，不懂事，皇上多担待。朕就喜欢你这个淡泊体贴的性子。这后宫之中啊，也就是你，不会是易欢为敌了。朕为了不让易欢惹麻烦，一直不让别的嫔妃去她的永乐斋，也不让她去别的嫔妃宫里。朕自己啊，也没时间陪她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多去永乐斋走动走动。妾身遵旨。哦，对了，刘德昭等人已经全部出斩了，可惜裘贵逃走了。朕已命新的山西巡抚继续抓捕裘贵，等抓到了裘贵，朕就把他送到你爹的坟前处决，也算是为你报了大仇。多谢皇上，妾身感激不尽。起来吧。等你爹百日继辰之后啊，朕便真的信了你，要让你早日替朕生个阿哥，这样你在宫里的地位也就稳固了，也好安慰你爹的在天之灵嘛。太皇太后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太皇太后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异常之处，但心里却对你很不满。只不过她是碍于皇上的面子，隐忍不发。易欢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呐！不要以为皇上宠着你，你在这宫里就万事大吉了。我在这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什么样受宠的嫔妃我没有见过呀？但最终结果怎么样，都是下场凄惨呐。多谢叔父提醒，我知道的。等我找到铜匣以后，我就会离开这里，再也不会出现在皇上面前。如此最好。所谓伴君如伴虎，你跟你哥哥啊，还是及早抽身才是上策。对了，你们走之前可千万别忘了把那大补丸的解药给我。放心吧，叔父，没准儿我们走的时候，我哥哥已经研制出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了。不过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铜匣，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玉欢，有句话，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在这个宫里，您是我最信任的亲人，叔父有话直说吧。要说有人潜入这深宫之中去调包铜匣，那是绝无可能。若是这宫里的人，那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没有见过呀？怎么会对一个毫不起眼的铜匣费这么大的劲儿啊？所以，调包铜匣之人必定知道这个铜匣的秘密。可是，在这深宫之中知道铜匣秘密的，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。易欢，你们兄妹在这宫中，是否还有其他的同伴？他们会不会知道铜匣的秘密？如果有，那调包之人会不会是你们自己人？
你先慢慢想，我得赶紧去伺候太皇太后跟皇上了。真是奇怪，究竟是谁呢？一欢，谁？哎，一欢，一欢，快去救大师兄啊！快啊！难道是雪姐姐？可是，雪姐姐，我用这个狗尾巴草给你编个小花篮吧。好啊。你怎么了，雪姐姐？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在担心猪哥哥，对不对？你放心吧，这次呢，6位师傅集体出动去协助猪哥哥完成任务，一定非常顺利的。不是，我不是在担心大师兄。是昨天皇上来永和宫看我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等书剑100日继承一过，就要真的临幸我，让我给他生龙子。那这可怎么办呀，雪姐姐？只要我继续留在宫里，这是迟早的事情，躲不过。现在只能希望能够在书剑100日继承之前找到铜匣，完成任务，这样我就能出宫了。雪姐姐深爱着猪哥哥，如果铜匣在她手上，她肯定宁可马上撤离，也不会接受康熙的临幸。但若不是她，难道是六师傅？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坐下吧。花儿，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。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厉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主。徒儿记住了。你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了，宫里人知道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六师傅一直都很疼爱雪姐姐和我，对猪哥哥也很爱护。他干嘛要偷走铜匣呢？难道他就是鳌拜派遣在我们明珠谷的内奸？你们先退下吧，我和世淑姑娘说些私房话。是。雪姐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我爹跟猪哥哥他们有消息了？不是，他们的消息倒还没有。是咱们俩姐妹啊，好久都没有在一块儿吃饭喝酒了，所以今天姐姐我特意亲自下厨，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，来，快尝尝。有狮子头哎。吃一块你最爱吃的狮子头。谢谢雪姐姐。红烧的。雪姐姐下厨，那手艺自然不用说啦，肯定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好吃，就这个味道。雪姐姐，从小到大，你跟诸位师兄师姐老是这样宠着我，会把我宠坏的。我这些天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们不是生在这个朝代更迭的时代，而是生在太平盛世，那该有多好啊！生在什么时代啊，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和大师兄永远留在明珠谷，春天赏花，秋天赏月，男耕女织，不管外面是什么朝代，就这么一辈子与世无争，快快乐乐的生活，那该有多好啊！雪姐姐，你今天好多愁善感啊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很怀念咱们在明珠谷的时光，想念我们的小伙伴了。如今就咱们两个在宫里，今天的月色又这么美，咱们俩呀，好好的喝酒，赏赏月。来。
今晚咱们多喝几杯。今天皇上又来看我了，我看得出，皇上今天的心情啊很好。前些天你跟他冷战，皇上也整日愁眉苦脸的。这宫里上下，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的，生怕惹到皇上。看来，能让他如此伤心的，也只有你一个了。薛姐姐，能不能别跟我提皇上啊？你也跟我提他，我心里就乱糟糟的。不行，我就要跟你提。今天我叫你过来，也是要劝劝你。咱们都是明珠谷的人，和大清的皇帝势不两立，你和康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。我知道，等我们找到铜匣以后，我们就撤出紫禁城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薛姐姐，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等朱哥哥回来，能不能别把这2天我跟康熙的事儿告诉他呀？大师兄那么深爱你，我跟他说这些不是故意伤他的心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小师妹，你和大师兄才是命中注定的姻缘。好好待他吧，放下康熙。我一直在努力放下他。可是薛姐姐，你心里可曾放下过朱哥哥？快了，很快就要彻底放下他了。既然我们改变不了命运，那就试着去接受它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会发现大师兄的好，你也会爱上他的。撤！薛姐姐，快过来看啊！今天的月亮好圆啊！还真是啊。都说15的月亮16圆，今天真是格外的圆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们姐妹俩再这样无忧无虑的饮酒作乐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。薛姐姐，今天李公公来找我了，告诉了我关于铜匣的重要线索。我相信没有多久，我就能找到通还铜匣的人了。哦，有线索了。那这个人他也在皇宫里吗？这个人不光在皇宫里，而且是我们彼此特别熟知的一个人。是谁呀？薛姐姐觉得他应该是谁呢？其实我很早开始就怀疑过他，只不过我拒绝去深想，直到今日，我都不忍心怀疑是他。小师妹，今日我叫你过来，也是要告诉你关于铜匣的线索。那薛姐姐先讲吧。小师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啊，我特别羡慕你。你的亲爹靖王疼爱你，师长们宠着你，师兄师姐也都护着你，更有大师兄那么深爱着你，你真的好幸福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我好幸福啊。可是我好害怕，我的这种幸福只是一种假象，会有人来打破它。不会的，你生来命就好，
姐姐祝福你，要永远幸福。谢谢薛姐姐。不过，我不希望我一个人幸福，我希望我们姐妹2个都可以幸福。会的，我们都会幸福的。其实，在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里，我和大师兄最是同病相怜。我们都是从小父母双亡，又都肩负着非常沉重的责任。我们一直撑得好辛苦。是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易啊。小师妹，你真的要听姐姐的话，好好对待大师兄，不要让他难过，也别让他伤心，别让他失去这最后一份支撑。祝你们幸福，干杯！来者何人？请。李太医，师叔姑娘呢？丽妃娘娘和师叔姑娘在永和宫喝酒呢。薛姐姐，你哭了。我是感动的，睫毛好像刺到眼睛里了，没事。来，咱们继续喝。薛姐姐，你现在可以说出童霞的事儿了吧？不急，喝完这杯酒啊，姐姐再慢慢跟你聊。干杯！大师兄，朱哥哥，光妹，你没事吧？没。这酒你喝了没？他已经喝了，你来晚了。他已经喝下了我为他准备的美酒。看来你全都知道了。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，除非你亲口告诉我。朱哥哥，本来义父让我不要说破的，但既然你已经对他下手了，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欢梅，我们这次在滇都的行动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吴三桂在我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，而这奸细就是六师傅，还有倾城。薛姐姐，朱哥哥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你拿走了童霞，上交给吴三桂了，是吗？不错。那你今天邀我过来赏月喝酒，是为了除掉我，对吗？王爷要我杀你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所以我在酒里下了毒。把解药交出来！这是王爷秘制的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
楚哥哥，不要！把解药交出来！我说过，这是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你心爱的女人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杀了我，替她报仇。雪姐姐，如果易欢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不会放过你。能死在你手上，是我最美好的结局。大师兄，小师妹，祝你们幸福。雪姐姐，雪姐姐，大师兄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虽然晚了几天，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里面有一封信，你看，就都明白了。青城，青城。我雪家有70余口人，都命丧盟军铁骑。仅我与小弟2人幸免云安，被师父收养。师父带我入明珠谷时，将小弟送往了平西王府。换走铜匣，在山西逃亡途中通风报信，都是我为保小弟性命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平西王要我杀了小师妹，我不忍下手，又不敢抗命。思来想去，唯一之法就是我来饮下毒酒，再由小师妹向康熙揭穿我乃吴三桂奸细之事。那么，我就不是抗命，而是身份败露，畏罪自杀，小弟的命方可保全。而我之死，还能换来康熙对小师妹进一步的宠幸，亦能激化康熙与吴三桂之矛盾，也算我对咱们过往情谊的一点小小的报答。倾城身世凄凉，但在明珠谷中一段岁月，是倾城此生最快乐的时光。能与大师兄相识相知，倾城不枉此生。你们大婚那一天，我是等不到的。替小师妹饮下这杯毒酒，就当是我提前喝你们的喜酒吧。倾城绝笔。没想到雪姐姐这么可怜，她对你爱的那么深，又那么卑微，临死才敢说出来。雪姐姐，雪姐姐，你醒了。你醒了，倾城。我死了吗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才没死呢，这是在你的永和宫啊。对不起，倾城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多苦衷。可我明明喝下了那杯毒酒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酒你是喝了，但是你没有喝毒酒。那杯毒酒啊，被我给换了。什么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们姐妹俩，在这样无忧无虑的饮酒度日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。你早就知道那杯酒有毒？
工具谱上见过这种草图，所以我一看是鸳鸯湖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原来你早就在怀疑我了。其实，早在铜匣被调包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过你，不过，只是一闪念而已。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相信薛姐姐你是奸细。后来我们一起去山西寻访，每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，刘德昭都会提前知晓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一定是我们的人暗中走漏了消息。但就算在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怀疑过你。直到今晚，你要我过来赏月喝酒。当我看到这个鸳鸯湖的时候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既然你看到鸳鸯湖就知道酒里有毒，那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？因为我在等一个结果。什么结果？我想看一看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、亲如姐妹的薛姐姐你，忍不忍心下手？你我之间的情谊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当我看到你把没有毒的酒给了我，把有毒的酒给了你自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们两个之间的情谊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小师妹，你可愿意原谅我？薛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牺牲自己保全了我，我怎么可能怪你呢？可是，你把毒酒换了，我又没喝，那杯酒，那杯毒酒啊，我压根就没喝。可我明明看到你喝了呀！不信，看，看着啊。姐姐，酒呢？不是让你喝了吗？是吗？酒在这儿呢。哎，我明明看见你喝了呀。看吧，这是杯子对吧？嗯。杯子呢？哎，刚才还在你手里，你一定是藏起来了。哎，在你身上呢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易欢的武功跟暗器，样样学得杂而不精，唯独这轻功跟江湖杂耍之术，在我们所有人之上。薛姐姐，当师傅们给你安排进宫这一计划的时候，当你在苦练歌舞琴技的时候，我呢，就在明珠谷跟那些杂耍师傅们练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湖杂耍，所以我才会这些啊。不过，刚才为了能够在你房间里寻找铜匣，所以给你下了点迷药。对了，你的房间我已经找过了，没有找到铜匣。你是不是把铜匣交给六师傅，让他交给吴三桂了？不，我没有。吴三桂此人凶残狠毒，如果把铜匣给他及其3把金钥匙，找到宝藏，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，一定不是好事。谢谢你，倾城。大师兄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已经没有脸再面对你们了。小师妹，你不该救我，就像我信上所说，把我揭发给康熙，让我以死谢罪吧。别再说这样的傻话了。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解决。我们永远都是亲人。薛姐姐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，你没有杀了我，吴三桂会对你弟弟不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弟弟给救出来。倾城，相信我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谢谢你们。